讲道上帝唱哈利路亚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、至圣、至权、至大，耶和华阮的上帝，阮来敬拜你。伫敬拜中间，阮感谢你有赏赐你圣子耶稣基督，通过十字架的受苦，拯救世间人，以死搁活，让世间表明活命是在伫你。恳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帮助阮纪念2000年前代表听十字架的作为，也求你帮助阮，会通继续来经历主耶稣搁活所带来平安、喜乐甲新的活命。主伫阮所听的兄弟姊妹中间，无一个人是例外，病痛得到医治，失志得到盼望，受困迫得到讨饭，失迷得到看见上帝你光明的道路。主通过今仔日的搁活节，祝福每一个累至失望的人重新奋起，亲像迎照天色来陪伴，让阮的上帝来亲近你。愿主你圣神伫这个神圣的礼拜中间对阮讲话，互阮听会明白。搁活的主耶稣就是阮的主，愿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。主你的囝儿伫面前敬拜你，求你讲话，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向上帝唱哈利路亚，这是启示录19章第1节，伊的意思就是得学了咱的耶和华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就是学了，着学了，也就是上帝的名，不是伊的名，就是耶和华。旧约的圣经唔敢称上帝的名，所以只有讲神啊、主啊、耶和华。耶和华就是希伯来语中间上帝。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着学了上帝。每一个领受恩典的上帝的囝儿查某囝。咱由不得对心中讲阿爸，感谢你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是一个搁活节，搁活节是什么种的日子？咱毋是咧纪念一个过去的故事，搁活节是一个往头前的愿望。伊伫过去要发生，伫今仔日要发生，将来阁要发生。所以搁活节是一个继续的搁活。耶稣首先往世间来表明。伊讲，搁我在伫我活命，也是在伫我。所以意思就是绝望的人要得到盼望，伫黑暗中间的人要看见生命的光，伫心灵中间受到搅扰，有看路忧伤不绝，无法度得到讨饭。搁我这就是伫半过节中间来表明，上帝有愿要互人得到自由甲讨饭。搁活这嘛是一个伫死亡中间看见愿望，耶稣有死到一切拢了了啊！但是耶稣搁活，就代表了不起，伊的活是世间人所不可能所做的代志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赐阮祝福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伫礼拜中间，毋是干那空空听道理。礼拜应该就是互上帝话，诚做我生命的规律、应允活出来伫咱的中间。所以，搁活这上重要就是，既然有忧伤的人，甲主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怜悯我。”主就赏赐你喜乐的灵。既然生活在黑暗中间，看无愿望，乌天暗地，你若讲：“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”上帝为你点一把灯。将光明赏赐予你。既然伫上帝面前讲，主啊，已经无路啊，已经绝望啊。伫人生中间上惊就是绝望，因为绝望就是一切苦楚的结头。所以失望的人最重要就是得到愿望，
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因为主要所带来，这个告话这个意义，咱活出来。这个信仰毋是干那一个道理，这个信仰毋是干那劝人做好事，这个信仰是会当互咱经历，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，要做咱世世代代咱的家族的帮衬。今仔日的圣经是咧讲起耶稣国外的故事，伫这个故事的内底上重要，伊咧讲天地三甲欢喜。所以启示录的19章第1节讲，伫天顶的礼拜，恁定睛倒去看今仔日的圣经伫阴暗，恁定睛去看，也是咧讲起伫天堂的礼拜。所以这个作者是约翰，伊讲我听见对天顶有声甲我讲，就唱哈利路亚。伊讲接续我听到天顶的圣道，就是伫天堂的上帝的所在，所有的当时的人。死的人，拢伫迄个所在当心唱诗歌来学习咱的上帝。其实圣经中间有真侪故事，拢记载着耶稣国活怎样改变一阵行兄耶稣身边的人。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伊捌伫耶稣受定时的真正拍破一罐真贵重的那达香油。我伫耶稣的头壳顶来有比耶稣将来要做王。耶稣搁我迄一日抹大拉的玛利亚，犹原搁捧着另外一罐的香膏去蒙人要找耶稣，因为伊知影伊的耶稣已经死了。有真侪民族会伫死人的尸体的顶端抹香油，来互这个尸体有香香。拄起迄个臭味，所以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来到蒙人，伊无机会去拍破第2罐的香油，因为主耶稣已经过活，所以这个故事就安尼开始传开。后来这个查某人就得去找伊所有的当时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是找耶稣的学生。抹大拉玛利亚甲伊的耶稣学生讲：我看见耶稣过活。我看见国外主耶稣，后来一个伫惊吓绝望的学生，拢经历耶稣。恁会记得迄个上届眼见为凭的耶稣其中的一个学生叫做多马，恁会记迄个故事吗？多马讲靠可能死人会国活，生目睭发白白嘛，毋捌看过这种代志。若要互我蒙着，我较要相信。所以国外主耶稣特别甲多马讲：多马，你来望我的身躯顶十字架的伤者。所听的姊妹伫今年的受难周，伫咱同齐对书默想的礼拜祈祷会内底，你有得到什么种的帮助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记得圣经甲圣神。拢是咧记载，才会见证耶稣基督国活的人，所以证人如云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讲，历代中间有偌人侪见证耶稣基督国活的人，亲像围绕伫咱身边，咱毋通搁再遥记。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共读这段圣经，真做咱的帮助。所以头一个诗篇是头一个记载着哈利路亚这句话的所在。哈利路亚这句话虽然是一个真重要，对旧约甲新约常常咧讲俄罗的事，拢讲哈利路亚。但是其实真正出在记载伫圣经中间只有5个所在。头一个就是记载伫诗篇104篇第1节、33节、39节。伫这个所在讲，我的心是哪里就俄罗耶和华，耶和华我的上帝，你至权至大，你用尊严威严来做啥？我的心啊，你就俄罗耶和华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礼拜是一个俄罗的礼拜。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听上帝的话。这是天使圣神所传予约翰的一句话。伊讲，当事实耶稣国活这代志了后，意思
就是当耶稣上天了后，伊看见天堂的阳光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圣经讲，好亲像规大群人大声咧讲，哈利路亚！拯救、阳光、光荣，拢是属于咱的上帝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嘛听到，咱心内声，听到天顶上帝对咱讲话圣神的声音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大笔讲，我一生要按耶和华唱歌。吟诗这个字，英语叫做 hymn， 就是咱的圣诗啦。圣诗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。所以诗篇这本册的册名本身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。所以整个诗篇就是一篇俄勒的诗歌。所以讲，我一生要活的是要按我的上帝唱俄勒的诗歌。现在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来用俄勒的心来过积极的生活。咱用俄勒的心来过积极的生活，因为乐观积极。俄勒的人生容易带来得胜的规律。我咱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咱也上时上帝面前，通过这个受难周，因为上帝爱人伫患难的中间静静祈祷，所以代表伊真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伊讲愿上帝掠我的静静，意思就是当咱拄着艰难的时阵，唔通细细念，唔通埋怨。你安静伫你的面前，伫上帝面前讲：主啊，我静静倚靠你，来看你所做，你为我成就的代志。静静的意思就是，当我家己做未来的事，我交予上帝，我安静听候伊伫我面前，伊的带领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帮助，因为圣经安尼讲，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。这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一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吗？咱人真困难，靠家己完完全全生活在喜乐的中间。但是我靠上帝，上帝就是一切喜乐的源头。所以，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对上帝讲：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。愿恁的家庭也伫上帝的面前，因为耶和华来伫咧欢喜。拄则牧师有解说。这个圣经的语言，圣经的旧约是用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话，所以叫做希伯来语。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哈利路，哈拉就是哈利路头前这个三个字，伊的意思就是着恶了。亚最后迄个字就是亚威，亚威就是犹太人伊唔敢称上帝的名。因为伫旧约的中间，上帝讲唔通蓝衫称我的名，所以到今仔日，犹太人唔敢叫耶和华，唔敢公然安尼叫，是因为因惊了得罪上帝。因为圣经讲唔通钦差 ，Oh my God， 迄个意思咯，变成口头禅啦。所以犹太人因只有讲亚威神啊，主啊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日这段圣经就是咧鼓励咱唱哈利路亚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常常学了上帝，咱哪学了上帝荣耀光荣，就伫苦难的中间，伫死实的中间，伫绝望的中间，伫黑暗的中间，彰显伊的作为甲伊的光荣。所以诗篇本身是一个教人学了上帝的诗篇，特别伫国外节，咱今日。头前两条圣诗拢有歌词叫做哈利路亚，恁有感受到啊？所听的姊妹，当咱学了咱的上帝的事，伊就彰显伊的光荣甲作为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我要学了你。哈利路这个字原文叫做哈拉，哈利，动词无共款的时态，它无共款的音。哈拉哈拉，咱今日台湾人讲哈拉哈拉，用啊清清在讲，但是犹太人的希腊语唔是迄个意思。哈拉是一个真庄严、真尊敬、学了的意思。原咱伫主的面前，会记得代表讲一句足水的话。愿你的生命亲像一首新的诗歌，好听个响亮，哇赞无！
一句圣经记载伫诗篇333，诗篇33篇第3节，愿你唱一条新的诗歌，好听佮响亮。也即换手伫你的心来讲，主啊，我的人生要好听佮响亮。有甚物人无爱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年的过活节拢大一回，每一年的过活节拢成长一站，咱一年一年会成长。求天父上帝，互今仔日的礼拜真侪咱的决志，也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伊所赏赐咱国外的亏难。因为保罗讲，互耶稣基督国外的神，若点伫你的内面，就要互你会死的活命，搁再活起来，活跳跳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相信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所以牧师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恁做伙做2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就是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无爱干那听讲道，我所以爱比讲道更加重要的，就是互我实实在在经历到圣经的应允。啊，这好唔好？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听一片片的讲道，不如你互我经历一解圣神所带来迄个活活的热情甲开力。恁还记得耶稣甲国外主耶稣甲伊的学生伫以马忤路上相拄迄段故事，恁就会记得耶稣伫迄个故事中间，甲因做伙咧讲话咧旅行的过程顶悬。后来这学生讲什么？无怪是咱的主耶稣，国外主耶稣，无怪伊甲咱讲话时，我的心是灰色的。你会记迄段圣经无？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祝福，也赏赐予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说使咱目前，咱的情景是拄着重担在心头。咱最近也有拄着咱无法度通排解人生的重担。兄弟姊妹，换手伫你的心内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求你将我心头这个石头，将我的心头这个石头。主耶稣，求你甲伊刷开，互我会当重新得到自由、活力甲头棒。说使咱若拄着病痛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愿我的病痛甲你同定伫十字架顶悬。主，互我经历到你的医治、你的拯救。恁就会记得有几个人伫圣经中间，包括列撒罗，搁一个就是该罗的查某囝，有无？耶稣也未死之前，伊已经行使伊对生命的权柄，所以我身边的人已经首先经历到迄种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后来有人讲列撒罗无死啦，伊是干那小可尔啦。当然，咱会当安尼解释，对无？挨老的查某囝无死啊，伊是小可尔，伊是忽然有搁家己活起来。信的人就相信，这毋是干那小可。这是一个真奇妙的预言，因为有一日，耶稣讲，拆毁的圣殿要搁在3日重建，43日了后要搁再国活。所以基督教相信人有一个永远的活命的存在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伫绝望的中间得到盼望，就是国活。伫黑暗的关系捆绑，无可能改变的习惯。全然得到自由，包括遐食毒品的人、情欲捆绑的人，怎样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帮助，互一个浪子回头。所以，我对伫这个世间的人有真大的应允甲帮助。所听的弟姊妹，认真面对你家己的需要，然后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这就是我的艰难。伫今仔日。求你赏赐顶头生，搁我的开力，互我毋是干那信道理，互我是经历到上帝你的权能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是一生一世，是咱要活的事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应允毋是将来的天堂，上帝应允上重要就是今生今世。所以代表讲，我要活的事。我要恩我的上帝唱哈利路亚！我要我的是
上帝恩典是一世人的故，我要我的是，我要因为要我的上帝来欢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应允的话，你有欠亏吗？你若有欠亏，咱若有缺无？咱甲上帝讲，主，我何等的福气，今仔日你要赏赐我，哈利路亚的人生。搁我这是一个真要紧的祭件。伊的故事的背景嘛真巧合，因为搁我这甲受难周拄拄就是传统上犹太人咧过盘过节。这有啥物了不起？盘过节是犹太人耶稣出世进前1000几年的故事，就是犹太人因伫埃及当奴隶，所以伫受苦的中间，上帝予犹太人因得了自由，所以讨放因成做一个自由的民族。所以盘过节就是咧纪念捆绑的锁得了偷开，人得了自由。耶稣的死偏偏就选择这个节期，伊的意思就是人若受苦楚，伊要受捆绑的时，伊要得到逃放。所以耶稣伊设立圣餐这个日，就是盘过节的晚餐。所以耶稣用伊家己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世世代代教会会行行顺顺，守这个圣餐的意思就是，既然有人互罪苦楚，既然有人互黑暗捆绑，就来接近我。我要互你得到自由甲逃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基督教所咧讲的救恩。真正的救恩就是互人进入一个生命和谐、平安喜乐的心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讲，求就互你，你相信吗？今仔日咱做伙坐在这个所在，咱要捧这个杯，是会当互咱生命得到把助，是互咱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活力。原咱无空空离开上帝的圣殿，所以这是一个邀请。所以伫天人嘛，伫地人，愿你的国临到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对每一个基督徒，拢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纪念过活节。过活节有真丰富的信仰上的意义。第一，咱的生命对这个时阵开始，咱的生命对过活节开始，一个新的纪元。虽然后来有真侪许多的解说这个过活节，虽然无用过活节做讲道的题目，但是恁会记得一句话，保罗讲：见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是新的人。恁会记这段话无？这就是一个顶头生过活的意思。伊虽然无用讲这是一个过活节的讲道，但是伊讲规代志拢变成过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日日新，年年新。愿咱的生命是一日比一日更加丰盛，更加喜乐，更加尊贵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年的过活节。特别咱有一个兄弟叫做江元一，今仔日是你的生日，父母互你有你家己的生日，但是伫信仰上今仔日你甲上帝立志。伊今仔日小慧甲江元一兄弟咧问到你的事，伊讲像我少年的时阵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但是我一直感觉立约是一项真严肃的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有这种的觉悟，咱知影甲耶稣所立的约是严肃的约，那安尼，咱心中的代志就会发生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这个中间，牧师小可解说，因为时间无够也真逐句拢解说咱听。但死亡变国活，绝望变噩梦，旧约变新约，受捆绑的人得到自由。圣经讲，这叫做顶头生。耶稣讲，恁若无顶头生，就袂通入天国。恁会记无？意思是咱的生命都无改变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面；
人若无接受这种圣洁的生活，咱就看袂到迄个荣耀的上帝。这叫做救恩。所以耶稣的告我最重要，通过十字架来讨帮人。所以受难周最重要是咧纪念咱的罪得到交代。但是告我最重要的咧讲，就是咱重新返璞归真，成做新的人。亲像起初上帝创造遐尼清气红的啊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亲像一张白纸。所以咱倒去到亲像细汉的时阵，遐尼单纯。所以，搁偌济最重要欢喜就是经历。伫准备礼拜的过程中间，牧师已经开始为恁祈祷。每次礼拜我拢为恁写一个祈祷书，迄是我对心中深深为着咱大家邀请甲陪伴的祈祷。上帝看祈祷最重要，所以我嘛看祈祷最重要。我嘛相信兄弟姊妹，你嘛敢看祈祷最重要。所以今仔的祈祷就是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互我经历着，主求你互我经历着，你是何等的慈爱，你何等的关灵，绝望变噩梦，说使咱有什么种的习惯，颠覆咱足久。兄弟姊妹，勇敢奉耶稣的名，将迄个习惯、面对迄个习惯、挑战迄个习惯、改变迄个习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仔日，咱拢拄着耶稣，亲像保罗拄着耶稣，约翰拄着耶稣。今仔日的启示录的作者，甲约翰福音的作者共人，伊就是耶稣所听的学生，是12个学生中间最后一个离开世间的人。上长会受的，所以伊所写的伊的上帝予伊的启示，是藏伫圣经的上落尾本，因为伊是所有的四道落尾上尾离开世间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约翰福音第一的福音书内底，约翰第20章有一句真特别的话讲：愿恁平安。今仔日牧师代表约翰也读互恁听。愿恁平安，所听的姊妹，愿恁天天平安，愿恁一生平安。阿们。所以主要说今仔日所留予咱的话，就是大大细细全家平安。愿咱伫主的面前。第二，耶稣出现伫迄阵条件的人，就是伊学生相依为取暖，因为伊的老师叫人钉十字架。所以这群人亲像过节的老鼠，人人看怕。所以这群人其实已经走投无路，心中惊吓。但是耶稣出现的时间讲：愿恁平安。跟落去，耶稣做一项代志，就是将来的五旬节圣神要做工的一种的工作。耶稣对伊学生，耶稣做一个动作，为着要帮助恁会记得这句话。所以牧师把口罩脱来，不是要传染给恁。陈牧师头拄走去遐甲我比，但是我要甲恁讲的是圣经内底这个动作。耶稣将伊的话开，真具体看会到、经历得，伊分互伊的学生。今仔日耶稣嘛将这个话开，就是圣神分互咱。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听候卡无，就算做你唔知什么时阵圣神来，牧师甲恁讲，其实上帝的圣神早就伫咱的中间，咱爱记得，上帝的圣神早就伫咱的中间，伊嘛永远袂离开咱，除非咱甲上帝讲我无爱你啊，这个圣神才会离开。若无圣神，永远都无离开咱。所以约翰讲，我听见天顶有声安尼讲，亲像一间大间教会咧做礼拜，哇，足大声咧唱圣诗，阿罗上帝，伫咧中间讲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学了咱的上帝，学了咱的上帝，学了咱的上帝，伊有拯救，有荣光，有权能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无论你何其何种的日子，邀请上帝做你以马内利的上帝，愿上帝甲咱三个伫地。所以保罗拄则是约翰的见证，今摆牧师读一段保罗的见证。保罗伊的见证写伫伊的罗马书第8章第11节，伊讲：，互耶稣对死国外的圣信，若踮伫恁的心内，圣信若踮伫咱的心内，就会互咱安那，即个绝望受对调咧，黑暗失志。上帝讲：，圣信若踮伫恁的内面，恁就要重新活起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其实咱的人生有高潮有低潮，对无？这是足自然而然的。但是一个若甲圣信时时刻刻常常做伙，常常敬献基督的基督徒，我们的高低潮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冲击。因为虽然咱有低潮，但是圣信甲咱伫的时阵，咱无惊吓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领受圣经的应允。搁偌济就是这个意思，搁偌济意思就是讲要互人听候上帝的人重新得到快乐，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。这就是搁偌济意思。搁偌济意思就是绝望的人要得到盼望，惊吓的人要得到平安，黑暗的人要看见光明，死亡的中间要有活命。所以早就伫耶稣还未出世之前700年。先知以赛亚写这句话讲：听候耶和华的人，受难酒的人，伊要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请你迎接天使杯冠，愿你领受这种的祝福，也愿咱的囡仔领受这种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咱伫上帝面前的第二个祈祷，咱唔是干那听讲道。爱互讲道变做你的生活，爱互讲道变做你的生命，爱互古早人的故事变做你的故事，爱互圣经的人物的故事变做咱家己的故事。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国外的救恩进入到你的家庭，不但看见，佮经历，佮摸着。所以多马见笑，因为耶稣甲伊讲：你来摸，你来摸，我是真正的，我是真正的。我搁活，而且我带有上者，多马连摸都唔敢摸，因为伊知影，耶稣真正搁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会看得咱摸着，耶稣嘛要进入咱的家庭中间，搁一摆甲咱讲：愿恁平安，你相信吗？愿主甲咱三个伫地，这就是咱的故事。所以搁活这故事唔是别人的。今仔日见那伫上帝的面前讲阿门，搁哈利路亚人，恁就得着。无论你有出声无出声，你若是心内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感谢你赏赐我的主耶稣基督，迄个救恩就甲你有关系。所以搁我这今仔日毋是干那甲张元义有关系，毋是因为伊今仔日洗礼，所以就到今仔日是咱的所有兄弟姊妹主要的焦点，毋是安尼。是咱每一个人都有关系，所以搁活这是属于绝望的人的日子，死亡的人的日子，受捆绑的人的日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祝福的日子。所以当咱甲上帝讲阿门的时，这就是成就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祝福赏赐予咱。所以保罗讲，当我甲上帝讲阿门了后，我的人完全无同款。伊讲不再是我，意思就是不再是那个旧的我。头一句讲我已经甲耶稣基督同等是死。第二摆讲我，第一摆我是新的我。伊咧讲第二摆我不再是我，不过再是我，迄我是咧讲你过去的我。这要是保罗咧讲，旧的代志拢正过去，变做新的。对今仔日开始，这个国外主要所要活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要将属天的平安、甲属天的快乐，
家庭互你，你期待吗？想好，你若感觉你有需要，你纯粹双手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需要。你修身透开，主动我捆绑我，这个歹习惯、黑暗的势力，所以说你甲我透开，主你想事我，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的祈祷。所以保罗讲，若有人踮伫耶稣基督，伊就是新的人，旧的代志拢变成过去。什么叫做新的人？上帝创造咱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原本就有伊好的想事，所以伫咱生命中间原本就有上帝的真义甲圣洁。咱伫这个世间世俗化了后，咱失去了上帝的清气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主耶稣用伊的血，甲咱洗清气，咱重新得到圣洁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听的这为主来往，上帝要予恁一条新的生命的光，上帝要予恁的生命让人刮目相看，敢有影？你敢愿意上帝所赏赐你的活命，是予你的亲人刮目相看？恁的生命好听佮响亮，这毋是牧师的形容词。这是圣经对人顶头生应允的一句话，诗篇33篇第3节，愿上帝唱新歌，好听佮响亮。主祝福咱，互咱为耶稣基督，咱的下半辈子，恁的下半辈子足长足长啊，阮的下半辈子较短较短啊。但是逐个人拢是今仔拢开始，拢是往前行。上帝赏赐咱的人生，好听响亮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同阮的天顶的阿爸，上帝，愿做伙伫你的面前做礼拜。就亲像2000年前，耶稣带伊的学生做伙进入马可的厝，伫迄个所在做伙食饭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一个世俗化的生活动作，就变做神圣的礼拜。一个世俗化做伙食饭的一个行为，就正做阮伫信仰中间一个真要紧、祝福的记号。所以今仔日阮做伙伫你的面前，阮要纪念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的道。主耶稣，阮邀请你来到阮中间。你是国外的主，你恩阮显明你的荣耀，你也对阮讲愿恁平安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听候，要接触你同坐道。主紧来咬喙带的人，互因得到把掌。主，阮恭恭敬敬听候你，愿咱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